驅魔事工嘅現況。喺17世紀開始嘅時候，最嚴重嘅驅魔個案只有主教及他們授權嘅神父可以施行。呢一點到現在仍然一樣。如此一來，每個教區都可有足夠嘅驅魔師。然而現在對驅魔實務嘅懷疑危機，導致主教們不願面對本屬於教區日常牧靈工作嘅一部分嘅問題，是否有足夠嘅驅魔師？呢種現況造成嘅後果係，神父既沒有充分嘅準備，亦都唔願意接受呢一個任務。天主教法典告誡堂區神父應特別關切照顧受苦的家庭與個人，幫助貧窮的、患病的、無助的，以及陷於特別困難中的人。法典529條毫無疑問，呢啲嘅指示包括照顧那些遭到魔鬼侵擾者嘅特殊需要。但邊個相信呢啲受害人呢？10年啦，天主祝福天主教會所有嘅神父同主教。